主要是才子佳人爱情浪漫唯美为主。能不能四位老师谈一谈你们心中的浪漫爱情应该是什么样子？一看我是娱乐节目主持人，是不是？来，张老师，我想不想听啊？行。来，张老师先来。我觉得啊，我今天演林黛玉，我站在这个角色的角度上看，我觉得爱情还是知音交心，就是说是共同的兴趣爱好，就是以现代人来说就是三观那个一致的。我觉得是不是啊？因为就像贾宝玉跟林黛玉是两小无猜。大家的个性、情绪、那个爱好都是一样的，他不会拿，其实那个，宝钗也很好，是，但是他跟黛玉的，他是一直是催促，哎呀，你要用功读书啊，做官啊什么，但是林黛玉就不会去要求宝玉啊。他们是心灵伴侣，对，就是他们一种情绪爱好。相同，比如说是，比如是听到悄悄的听到那个贾宝玉在背后就是宝钗催他读书吗？对，林妹妹从来就不说这句话。对，如果林妹妹说这更正好，我早跟她生活，对吧？王熙她主要是我觉得还是爱情还是交心兴趣爱好。他们因为没有物质上的交换，只是纯正一份感情。一份非常升华了的精神上的一致追求，张老师讲的非常的好。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对不对？那个张老师，哪个张老师？好，这位张老师，这个张咏梅老师啊，那个您的认为最美的爱情是什么样子？最美的爱情应该是互敬互爱。我还以为刚才互打互骂。不是。公主就是因为犯了这个错误，她就认为自己是一个皇帝的女儿，是吧？天之娇女，然后就觉得好像高了驸马一等，样样就要好像就是有一点盛气凌人骄马，盛气凌人，什么都要在驸马之上。我觉得不是这样的，夫妻应该是相处一定是平等的，一定是妻子要尊重丈夫，对，然后丈夫要爱护妻子。一定是平等的，不管你的地位有多高，对，你在外面地位有多高，家里人就是平等的，没有谁高谁低。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爱情方面呢，大家都是平等的，而且基于尊重的平等，基于尊重的互相体谅，一定要互敬互爱，互相理解包容，举案齐眉，对，举案齐眉，这样的夫妻才会长长久久。讲得非常好，讲得非常好。那么接下来是陈老师是吧？他们刚才都说了今天演出角色的爱情，那我也说说今天梁祝的爱情。梁祝的爱情，其实我觉得都是大家中国人比较梦寐以求的那种爱情，因为它是就是从3年，就是跟梁兄一起就是同窗共读，从相知相识到相恋，就是大家彼此感情已经有互相了解。虽然就是说最终他们没能够在一起，但是我觉得就是生不能在一起，死也不分开，这也许就是中国人的浪漫所在。由此可见，我觉得这是伟大永恒的爱情。讲的特别好，这真的是最美的爱情，因为他们到后来的话呢，化成了2个蝴蝶啊，翩翩起舞，那么永远是飞舞在我们所有中国人乃至世界人的心中。对，真的是最美的爱情。张老师，那您今天是代表小冲说还是代表？我觉得刚才那个听陈玉在讲梁祝爱情故事啊。他把我梁山伯要说的话也已经说了，但是呢，我还是觉得爱情的好坏，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，有的可能是轰轰烈烈的，有的可能是平淡如水的。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“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”。
就是说，人喝下去的水是冷的还是热的，他只有自己知道，边上看的人感受不到它的温度的。其实，哎，西方有个差不多的谚语啊，叫做这个鞋舒不舒服，只有脚趾头知道。对呀，就是这个意思哈。我想爱情也是一样，它各中的酸甜苦辣，它只有去品尝过的人，他才能知道，才能感受到。所以不需要太在意外在的东西，在意别人的议论，更不能太多的计较，夫妻之间谁付出的更多一些。因为爱情当中最宝贵的一个字就是真，你真诚相对，你真心相爱，这样的爱情，我觉得就是美好的。哎，讲太好了。